台北地方法院搁再裁定讲，民众党的党主席是以7000万交保哦，嘛创有史以来政治人物上悬的交保金。另外，沈庆金、尹晓比佮李文忠的保金嘛搁再提悬，嘛拢需要科技监控。法院和这4个被告拢交保的理由是，虽然郭文德的秘书柯志如也未到案说明。也毋过哦，证人嘛无讲到伊涉案的情形，法官是认为讲检方应该传唤伊到案说明，所以认为讲这未当来正做是被告继续羁押的理由。6000万是昨天晚上就准备好的吗？透早出现怀疑，伟京集团主席沈庆金的律师，伫领缴款单了后，直接去台金办保。经过台北地院审理，沈庆金的交保金为原来的4000万提悬到1亿，佮加以科技监控防止逃亡。共案的几名被告，民众党主席郭文德、台北市议员应晓薇、郭文德竞选前财务长李文忠伫竞赛了后，保金拢加赔，中道进程还未离开法院。户头到底还有多少钱？郭文德家后陈培琪对提问无回答。着急离开家门，红彩以7000万重保，其保金额超过行政院前秘书长林益石的5000万，是最近几年涉案政治人物目前金额上悬。法院合议庭认为，虽然监马柯志如无到案，也毋过证人都无指出伊的涉案情节，目前未当作为属案理由。而且郭文德已经表明，两早时任党主席会降低继续接触被告证人的记录。只是伫羁押庭上，检方主张柯志如来协助办理手机，和郭文德化名卢廷伟甲律师联络，也加做意外插曲。如果今天我可能是 nobody， 那也不会有人想要去用我的名字。那或许我也有被看到的一面，我必须朝这个自我去鼓励的一个方向去看。家己为了廷伟改名，表示目前代志的真相也未厘清，无法度独家评论。以这款的方式登上新闻版面，对伊来讲是特别的状况。记者综合报道。